搞緊救恩，作者青蘋果，愛萬民靈修分享。若果你唔會忘記一個經理，佢俾機會你，就係因為你只有一個正面嘅工作態度，同埋一個熱衷學習嘅心態，佢就請咗你啦。如果你咁樣一個咁樣嘅機會，你都係非常之感恩嘅話，點解你唔去接受對你一生生命最重要嘅救恩呢？呢一個係你一生生命裏邊最重要嘅一個機會，捉緊佢，研習一下聖經啦。呢啲係神嘅話語，神嘅教導，神對你嘅心態。喺神嘅話語裏邊，佢將會知道，你將會知道主耶穌基督係點樣無條件咁樣愛你，同埋願意為你犧牲佢嘅肉身生命，去為你付上救贖嘅代價。因為我們還軟弱的時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，為義人死係少有嘅，為人死或者有咁做嘅。唯有基督在我哋還作罪人嘅時候為我哋死，神嘅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。因為我哋既靠着佢嘅血稱義，就要藉着佢嘅免去神嘅憤怒。因為我哋作仇敵嘅時候，且藉着神嘅兒子嘅死，得與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們既藉着我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好，也就藉着他以神為樂。羅馬書5章6至11節，讓我哋揀選一個光明嘅將來啦。將來呢個恩典喺我哋嘅生前死後都能夠賦予我哋好多嘅益處，例如平安嘅心態啦、永恆嘅生命啦、神兒女嘅生穩啦、身份啦，有穩定嘅情緒去面對呢個風起雲湧嘅世界。最親愛嘅天上阿爸父，感謝你賜我哋一個咁重要嘅恩典，求你用聖靈預備嗰啲失喪嘅靈魂嘅心，開佢哋嘅眼睛去接受你最重要嘅禮物，拯救得一個得一個，每個靈魂嘅得救。如果你恩待我嘅話，就俾我睇到佢哋美好嘅將來，我就可以享受到天堂一樣嘅快樂。祈禱係奉主耶穌嘅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哋有感動嘅話咧，就俾個 like 我啦。如果你哋覺得可以同朋友分享嘅話咧，你就咁 share 啦。如果你覺得我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咧，你就可以撳右下角嘅鈴鐺，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噶啦。願神大大嘅祝福你，再見。